现代人囡仔生少，南投去年一年出世的红仔敢若420个，而且已经连续3年南投的人口无甲10万人。因为安尼，公所拍算要甲行政室拆掉，原本的人员会调去别个单位服务，而且保证业务袂受到影响。另外嘛，宣布于今年7月份开始，生囝的津贴会增加到3万块，希望会当提高民众生囝意愿。假日南投市公园有真侪囡仔伫游乐区佚佗，耍甲真欢喜。不过事实上，南投市的新生儿人数是逐年来减少，去年只有420名新生儿出世，无到全市人口的1%。为了抢救生育率，市公所对今年7月初开始，每一体生育津贴会对原本1万块提高到3万块，希望提高市民生育意愿。你说3万块补助，那毕竟之后他的教育费什么的就会比较，负担会比较庞大，所以现在应该是主要不敢生的原因吧。只有囡仔生少，加上人口外流，导致人口负成长是更加明显。根据内政部统计，南投县总共有13乡镇市，其中南投市人口数对2018年落到10万人以下了后，就继续来减少。虽然中央给予3年的缓冲期，也不到今年5月底为止，人口数只有9万7千多人。所以讲，依法甲市公所的组织来缩编，才推行正式。我们将行政室的人员一样由经过任务的编组，然后由主秘作为一个主要的负责人，那我们也会维持整个市公所行政的运作。南投市公所强调，行政室员工的工作权甲业务的运作完全未受到影响，也希望全市人口数早日重回10万人，才有机会恢复设立行政室，不因为囡仔生少而变做历史一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